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这边一开始先看前中油炼制部执行长痴汉交保挂电子卡夹，所伫咧案件宣判进前起报人讲，检方是报下天罗地网，昨总算伫咧台东掠着人，连伊边一个哪像是接头的做伙压倒来高雄。车慢慢停落来，24暗互人压倒来，就是最近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前中油炼制部执行长痴汉，看起来平英过散真济，面对镜头真两倍。执行长，有人介意吗？有人介意吗？规旁的媒体甲围起来，直直甲翕相。痴汉伫咧宣判进前弃保逃亡，互人通缉。警方录伊的行踪，落尾伫咧台东太麻里甲人掠着。现场还有一个哪像是甲接应的姓林的男性，身份要太厘清。你为什么要逃跑啊？为什么要尖叫了？痴汉伫2019年到2022年这当中，涉嫌受抢伤的乌西，不法所得有2160万。街头地方法院23宣判，痴汉判刑25冬，剃短公权9冬。没想到伊煞伫咧宣判进前破坏电子卡夹走去，据保人拿的500万保证金也予法院裁定没收。徐汉经本院合法传唤，并未于今日上午10点到庭听判，因而另外涉犯刑法第161条之一。弃保潜逃罪，依职权向桥头地检署告发。警方伫遐9几工，总算甲人掠回来。痴汉要是着为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是安怎会弃保逃亡？敢是有其他的人协助？要替检警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今另外一条是牵涉到这棒球假球案，甲北北会馆地下洗钱的通缉犯林炳文，自2024年弃保逃亡，到当时也未掠着人，即马所传出讲，人伫咧柬埔寨互人枪杀啦。这刑事局嘛已经确定详细案情是搁爱调查。林炳文在柬埔寨被枪击身亡，你有想到谁要动手吗？法警介号出庭受审，北北会馆的负责人郭铁敏涉及地下会对一审重判11年8个月，当伫2审的审理，但是较早合作伙伴立足共案被告的 PG 兔甲负责人林炳文，却传出死亡。外口的人拢叫伊落幕的林炳文，伫前年弃保潜逃了后，一直互通缉甲单，检视外道的名单，中国推测讲伊秘伫咧洛杉矶，但是根据外国媒体报道，23暗时伊伫咧柬埔寨西港互枪杀死亡。当地警方研判讲凶手是有预谋，拢总有3、4个人犯案。虽然咱的刑事局回应细节，搁要等柬埔寨调查，但咱的主要单位已经帮助家属在处理啊。对郭哲敏的影响就会变成说，他后端本身要不要犯洗钱罪这个部分。可能不会因为林炳文死掉，说不定他就没有了。因为林炳文是关键嘛。那不管后端的洗钱怎么样，他这个前置的犯罪，只要检察官有办法证明那个地下会做的这个事实的话，那基本上就成罪了。50多岁林炳文是捌涉及职业棒球的假球案，坐监2年，接落来佫卷入北北会馆案，涉嫌盗洗钱。民国112年被起诉，但是伊300万交保出去。今年一审开庭，但是伊无来，方发现讲已经逃亡去海外。剪断脚镣，然后是潜逃，然后因此逃亡的这种情况，其实对于民众来说就是会比较不安呐，或是对于说司法的信任上面会有一个焦虑在。执行的机关，大家可以就是真的在这个说明上面跟后续的落实上面跟民众有一个说明。林炳文逃亡海外，捌发文讲，伊唔惊面对司法，因为有个人的因素，伤侪代志需要时间来处理。佮讲等来台湾的时间时，家己来定，是引起放走犯人的风波，中国引起官商斗空的争议。即马传出伊伫咧境外死亡，新北电医表示讲，还未接到相关证明文件，确实死讯是真的，会判公诉无受理，撤销通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左营布邦喇叭底联合开发案，按算2027年要完工，又搁发生共案的意外。昨一个泰国移工伫咧48楼悬的所在，捡一支挡半钢架地着，送病院医院是救无倒来，只有是随派人去稽查，先罚39万，下令全面停工。北边车路被弄出2个大坑，上深差不多10公分。2个坑当中，还佫有落落来长赤云，对看到龙的力头有偌大，落落来钢架也完成 L 型。在未超过40楼落落来，弄到停伫工地周边3台车。要倒来啊！砰砰砰砰砰！啊，尾啊先，阮遮有停一只车，就连锁式的，还有体验猫着。四线钢铁是入去的富邦立地连开限，为外观看10几楼悬的工地出现缺口，也有放落分者，搁较悬的楼层也个人看出更高拢出去。
应未依规定设置防止钢构倒塌之充足临时支撑设施，致框形光架倒塌，压住同楼层一名太极劳工，经送医不治往生。依据建筑法第63条及劳工职业安全卫生相关法令，进行停工并裁罚。师傅清早是自时早起工地进行高空吊挂作业的时阵，好亲像49楼高速路升登去，和48楼1.5栋更加倒去，缀着工楼层作业的太极劳工紧急送医，又挽救无转来，还有部分的物件落在地面，造成汽车损坏，已经命令工地停工。工务局罚9万，劳工局罚30万，故移送地检署追究雇主刑事责任。调更负6外，内底人拢全部拢生出来，做停工。工地事故毋是第一摆，除了日后发生的公司外籍移工以外，1月7日发生工地铁板落落来，损毁3台机车。2日前由木板造立作业的时阵发生意外，人甲木板拢落落来。政府要求全面检讨改善施工安全管理甲防护设施，复查合格了后才申请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今日东北部、东部、恒春半岛开落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咱来看温度。今日北部、东北部的天气有较凉冷，温度上悬24至25度。花莲台东地区是26至29度，中南部是31至32度，温差也是真大。明仔载较好天，拜五又搁有锋面影响，时到搁会变天，温度搁降。在清明搁要到这新北市卫生局市场稽查查到2间豆干业者，这防腐剂有超标，搁验出内底有滚药水，爱强制落价回收。清明节要到啊，大家会包润饼糕，需要的料有润饼皮、高丽菜、红菜头、豆菜、豆干丝等等。菜单头家讲，今年的菜价无什么变动，真稳定，尤其是高丽菜，平均1粒30块。绝对不会波动，为什么？因为菜价很稳定。天气也很稳定。高丽菜以前正贵的时候，那时候100多块，现在的话1颗有的30块，还有3颗100块的。为着要让民众在清明食了安心，新北市政府嘛去到市仔大卖场进行检验，拢总验出2项违规的产品：大乌豆干和豆干。2间业者拢是向大关市叫货，分别是桃园市和云林县的公司。原因是防腐剂超标，和验出有袂使使用的滚药水。相关的这个刺激性，比如说在我们的过氧化氢双氧水会对肠胃道有一些刺激。那在这个防腐剂来讲，它的量大的时候也会造成人体的危害。新北市政府表示，这款违规的产品已经强制落价，并且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3万块以上300万以下。卫生局也呼吁供应商要有爱心，重视食品安全，让民众食了安心。记者陈林秀凯新北报道。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中国配偶徐春英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列做不分区入委的名单，涉嫌甲中国的官员往来，回报咱台湾各大情报。检方是宣告侦查结束，依反渗透法甲起诉。再来是联合报，参与台美关税谈判的行政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53岁判赔过身。行政长邓台表示非常遗憾，嘛对这颜慧欣的家族表示敬意。最后是中国时报，过来当下白道疫情咧看，疾管署是公布新增加2例重症案例，其中一个是约10岁囡仔，发病6天就死亡，是今年头一件死亡案例。再来看台北市某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是，互人惹出讲校长会甲这学弟长期霸凌、公拍公骂，甚至个性虐待。家长是指控教练明知影有霸凌，却无处理。教育嘛表示讲，4月初对完成调查，涉嫌虐待学长，会移送少年法庭来处理。他必须进去休息室跪着，把下半身脱光啊！很痛，回到家都躲起来，裤子有血，我们才发现到。愈讲愈激动，讲到囡仔拄到的代志，做家长的真正袂得过，佮唔甘。家长直到去年11月到今年1月，读台北市某一个国小的囡仔，伫学校棒球队叫2个6年级的学长长期霸凌，唔那甲骂，佮甲拍，甚至偷用手机录卡，也甲性虐待。教练虽然知影，拢无处理。当他们在霸凌的时候，有没有人把风？
有啦。我们有。打工者是谁？就6年级的小朋友。另外，互家属感觉不安的是，毋若其中一个施暴者的家长无会识的，就连学校讲未过聘用这个教练，所有人发现伊伫甲24，伊也搁伫学校教册。不过台北市教育局是讲，学校伫1月受理了后，同步启动性平加霸凌停诉调查，一定4月7日进行完成。学校已经甲这个教练调离现职，听候调查结果。你说这个教练可不可恶？他没有去制止这个行为。他让我的小孩子全身都是伤的回来，在我来之前，我打到学校，他还在任教。他自己目前对于棒球会有阴影吗？不会，他有接受治疗，然后一谈到辅导，他会大哭，他会说是不是又要我讲以前的事？家属表示，已经甲囡仔紧急转下，搁一直接受辅导。不过嘛讲，球队的囡仔内底至少有5个人受害。台北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表示，已经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也甲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等罪嫌，甲棒球队的校长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审理。记者采访报道。今日伫咧新北市的一间国中是传出讲有查某学生咧洗夜市啊，拄到这共学校的学妹，所以要求人爱跪落来，佮对人起骹动手。这受害学生嘛已经提告，警方是传相关的10名学生到案说明，这后续嘛会交予少年法庭来审理。下课去到运动场拍球、运动放轻松，平常时的校园生活会使看到这款青春的形影。啊，不过伫新北市这间国中，却传出学子涉嫌霸凌学妹。同才之间的言语纠纷，有一些比如说言语上、措辞上的一个不当，衍生这个肢体的暴力的行为。校方证实真正这件冲突，伫伊个时阵伫学校发生的初步了解，是因为经济的纠纷引起国中3年的学子不满，闹真侪朋友，甲学妹围调要找伊算账，啊受害学生就跪落去，当场去用拍。学生可能有一些平常的行为偏差，那当然校内这边不管是身教组或者辅导处那边都有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置。虽然学校讲过去双方是无冲突，啊，不过这届出现这款暴力的代志，校方已经赶紧来启动校安应变的机制，嘛要求家长爱甲涉嫌动手的学生带转去管教，暂时无到学校上课。学校接获讯息后，以第一时间完成校安通报，并陪同学生及家长报案，持续提供关怀协助。目前已启动校园霸凌调查程序，并配合警方厘清事实，同时也针对相关学生加强辅导与法治教育。受害学生验伤了后，已经由家长陪同正式报案提告。那警方陆续查到10位行为人到案，后续的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妨害自由、恐吓也有伤害等等的罪嫌，移送新北地院少年法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继续来关心中东的战事是也未收煞，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这菲律宾是正式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要授权政府采购石油产品监督分配。这也是全世界头一个安尼宣布的国家。透早5点，53岁的吉普尼司机奥里尼安已经伫马尼拉街仔头爬来爬去，一直到暗时8点才下班。伊一天上班15点钟，薪水煞愈来愈少。吉普尼是菲律宾真普遍的运输工具，外形亲像家常的军用制波车，大多数拢是食柴油。Dati kasi nung hindi pa siya ganun kataas yung diesel. Nakapaglalagay kami ng diesel mga maghapon hanggang gabi na yun, 900. So ngayon, umabot na siya ng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临时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表示政府已经成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燃料、食品、药品甲其他必需品的分配，也授权政府直接买燃料甲石油产品，保障供应。加油站排甲落长，驾驶这段期间看到油价数字直直咧增加，心肝真痛。Ayaw din sana namin mangyari yung ganun. Kasi nga iniisip din namin yung mga pasahero eh. Nung una, diyan kami nakita sa mga pasahero.
菲律宾有98趴的石油对波斯湾进口，自2月底中东冲突以来，柴油价格1公升100披索，差不多是台票53块以上。而是迄天汽油、柴油价格搁再加悬，比战争开始进前已经起超过2倍。因应着中东的局势，菲律宾政府已经提供补贴给运输驾驶，减少渡轮的营运，而且实施公务人员1礼拜上班4天，减少燃料的使用。菲律宾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后期有1天，除非小马可士延长也是解除。也若燃油的欠缺也已经冲击到航空运输，民航机真有可能必须爱停飞。菲律宾上大的属价航空索布太平洋航空就已经宣布4月开始会陆续调整甲提减国际航班甲航线。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中东的战事，这美国总统川普讲，即马甲伊朗双方已经有共识，伊会当慢5天才去碰因的发电厂。目前也有这以色列官员是透露风声，讲这美国已经决定这中东的战事4月初9就要收煞，双方可能伫咧这礼拜就会伫咧巴基斯坦来谈判。中东的局势一直在变化，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48点钟的最后通牒是向国延长到变作5天的观察期。关键是川普对外表示讲，含伊朗已经起好对话桥。So the discussions took place yesterday. They went into yesterday evening. They want very much to make a deal. We'd like to make a deal too. We're going to get together today by probably phone because it's very hard to.但是这言论让伊朗的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大骂讲是假新闻，伊批评美国是为着插足金融和能源市场。但是根据 CBS 引一个伊朗高级官员证实讲，美之间确实是有中人摕美方的15项共识在斗桥，但是还未到坐落来谈判的地步。对这北京嘛是真低调，要求各方保持谨慎来等待正式的宣布。另外，美军这边嘛做好准备，虽然讲川普要讲伊无要派遣地面部队，但是《华尔街日报》报道，2500个美国第11海军陆战队完整部队，暗算会伫川普第2个开放荷姆兹海峡期限的27左右到中东，加入目前已经驻伫中东地区的5万的美军。And if it goes well, we're going to end up with settling this. Otherwise, we'll just keep bombing our little hearts out. 另外，英国的皇家海军联合驱逐舰和全世界上大的航空母舰美军的福特号，把伊拢出现伫希腊的克里特岛的苏达湾海军基地。根据报道，美英2国的军舰所落来要去的所在，拢是东地中海。福特号因为进前舰顶的洗衫房导火烧，即马当地维修。另外，英军的联合驱逐舰会当看到人员当地装载弹药。针对外界好奇讲，美国这边和伊朗的谈判对象到底是啥？川普敢若讲，对方是一个伊认为上受尊敬而且会当严正的领导者，但绝对唔是唔知影是生还是死的哈米尼的后生穆吉塔巴。A top person. Don't forget, we've wiped out the leadership phase 1, phase 2, and largely phase 3. 即马嘛传出川普政府当地评估潜在的合作伙伴，也是讲就是后一任的伊朗的领导人，未来无排除美国和伊领导的伊朗政府会达成亲像未来瑞拉的协议。其中一个热门的人选传出是伊朗的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今仔这场中东的战事嘛，带动国际油价。一日本唔但因国内民生物资起价，连即马要看樱花大开啊，想要坐飞轮机去看，这油钱甲机票嘛拢变贵啊，航班嘛出现变动，造成去日本的游客减少，严重影响着观光。粉白色的花蕊一直开，日本东京上野公园几摆樱花大道，虽然开较无5成，不过游客也是手机摕起来一直伫翕，记录春季才有的美景。日本即将迎接樱花季的到来，民众外出外食的机会变多，但受到伊朗局势的影响，日常生活也开始出现变化。搭配樱花季，公园内有日本各地的美食，请人客交关。不过业者虽然面笑笑，也是会烦恼。日本进口的石油95%拢中东地区来，其中8成爱经过荷姆兹海峡运送。即马石油供给面临困境，日本的汽油价上大起，物流业成本增加，影响扩大到民生消费品，也有以石油做原料的塑胶制品。資材の運搬等でやっぱガソリン使うのでね、そこでやっぱ燃料がもう倍以上の値段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が大変なところです。石油の問題で
ジュースのカップだとか焼きそばを入れるこういう容器だとかそう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だんだん値上がりしてきますしもう10個とか20個単位じゃなくて1000個とか2000個単位でやっぱり仕入れますのでやっぱり結構お金がかさみますよね。对外国游客来讲，燃油价上大起，机票恐惊变贵，后面旅客去日本佚佗，航班完了受影响。我跟我太太，我们策划就是来东京这边度蜜月旅行，当然会担心，而且飞航公司如果临时加价之类的，那也可能会更改行程，也说不定。Go back to Spain, we have to go to Abu Dhabi. So then our flight was cancelled. So we have to, the airline postponed our trip for 2 more days. 虽然日本政府为了稳定油价物价，开始释出独臂石油，一个8000万桶，创下史上上大规模。不过专家讲，这不是久長嘅做法。1リットル170円をめどに政府が補助金を出そうと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れど、日本が持っている石油の備蓄というのは250日ぐらいですよね。8ヶ月分。もし長引くんだったら、これを大事に使っ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政策的にはもしかしたら、補助金を出してガソリンの値段を抑えるんじゃなくて、ガソリンの値段を上げて、需要を落として、この備蓄を長持ちさせないといけない。伊朗战争安怎发展也充满变数，中东的情势看起来真远，煞一直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公司国际记者是祝福日本东京报道。美国甲以色列去拍伊朗，也造成欧洲各地传出犹太人向报复攻击案件。伫英国的伦敦，就有一间犹太医疗组织4台救护车拢向头放火，加在是无人伤亡。目前是已经有一个甲伊朗有关系武装团体已经承认犯案。警方在发生放火事件戈尔德斯个研究封锁所，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亲身到现场巡视，了解这反犹太仇恨犯罪事件。根据警方调查，4台属于犹太非营利医疗组织哈泽拉的救护车原本停在犹太教堂附近，23透早向互人放火。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出动6台消防车、40个消防人员到现场拍火。调查发现，救护车顶悬的钢板发生爆炸，地处附近公寓大楼窗仔玻璃被浸破，虽然无伤亡报告，不过这针对犹太社区的攻击事件引起居民的不安。I think, given the current anti-Semitic sentiment, in the country in general, it's probably not come as much of a shock, but it's obviously something very sad. 这针对性的攻击，互当地居民是真紧张。中东的主流媒体半岛电视台记者想要伫现场采访时阵，所讲围观的犹太民众爆发冲突。目前，伦敦警方认定放火事件是反犹太仇恨的犯罪，不过由反恐部门主导调查。今次起会面已经锁定3嫌犯。反恐情报网站赛特指出，这甲伊朗革命的武装团体由方人民以色列运动讲是因发案。这团体甲过去2礼拜比利时甲荷兰的犹太教堂攻击案有关系。2015年10月，英国曼彻斯特则发生反犹太攻击事件，迄时阵造成2个犹太人死亡。伦敦市长表示，服务伦敦居民的犹太志工遭到攻击，无疑是伦敦黑暗的一天，表示专辑扎接幕后的黑手。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以色列真主党继续咧战，黎巴嫩最近是宣告讲要甲伊朗大使列做无受欢迎人物，限期3月29爱好出境。另外一方面，真主党是警告黎巴嫩，讲若是无收回命令，恐惊后果会真严重。日本一个23岁陆上自卫官冲入东京中国大使馆互逮捕，讲若是对方无要接受伊的意见，伊就要自尽行体路。警方最后是以违法装入建筑物，甲依法送办。香港政府最近修订香港国安法新增加，讲若是拒绝提供你的电子设备暗号，就算是犯罪，上重会当判1年。咱陆委会是表示，去香港旅游这风险是愈来愈大，若有要去的，千万都要注意。看倒来，咱国内有民间团体是做民意调查，针对赖政府的施政满意度有提悬到57.6%。对立法院是有6成的不满意，嘛有将近7成的民众认为讲有中国人身份是无资格做台湾的立委的。这民间团体嘛希望这份民调会当提供给政府做施政的参考。
行政院提出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案，当地立法院面临在野党的挑战。那边两党和行政院提出的军购版本正式进入审查阶段。有民间团体针对政府施政、国防安全和台海冲突等等，做一份台海情势调查，针对国防预算民调有60%以上的支持度。国防战备的这一些政策的状态，大致上是有60%以上的人是支持的。这个的极化的现象是我们稍微要注意的，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对盟友的不信任，最主要都是来自于泛蓝或是在野党的这个阵营哦。那这当然对我们对外这个一致对外这方面是不利的。那针对政府施政满意度的部分，民调显示，自去年9月到达，满意度自36.1%压悬到57.6%。不过对立法院有60%不满意，甚至有70%的民众认为有中国国籍无资格做台湾的立委。李珍秀的这部分几乎快近70%的人呢，这个反对他担任这个立法委员，基本上呢，他是一个跨党派就是说除了民众党之外，跨党派无政党认同以及跨族群、跨年龄族群，基本上都是反对。对政府不满意的原因当中，政治恶斗高达了48.3%，民众呢对行政部门的满意是过半，可是对立法院的不满意是超过将近六成这样这个代表说。民众他基本上呢是把所谓的这个立法院的杯葛行为是跟行政院的这个治理的这个绩效是把它区分来看的民调当中有94%的民众希望台湾成做民主主权独立的国家，还是维持现状。敢若3%的民众同意台湾成做中国的一部分。兵团甲学者指出，这代表台湾民众主体意识正明确，嘛希望透过这份民调，让政府未来施政甲民意代表决策做参考。记者卢尚珠、郑准尧台北报道。讲到最近韩国的电子入境卡，甲咱的台湾写作是 China Taiwan， 这外交部是要求，若是韩国伫咧过地进程拢无回应，对4月初一开始，咱也会甲因的入境资料、出世地点、甲居住地，拢对原本的韩国改做南韩。韩国电子入境卡系统促使咱做 China Taiwan 外交部反制，搁请韩方31进行回复。如果韩方借其人未提出正面的回应，政府将自今年的4月1号起，在我国的台湾电子入国登记表中，将韩国的英文标示调整为 Korea South。外交部强调，若韩方无正面回应4月起，将台湾电子入国登记表的出生地甲居住地为韩国改做南韩。而据了解，韩方驻台机构已经向咱表达，会提出应接受的方案，不过同款的情形也发生伫台北。2024年起，台北政府发予台湾人的居留证，将国籍改做中国。外交部对此表达严厉谴责。如果丹麦政府没有积极的回应我方的更正诉求，持续的屈从中国的压力，我国将进一步采取相关的反制措施。台北媒体不仁日报报道，台北市后面唯一将台湾人国籍注记中国国家。面对台湾人抗议，台北法政单位表示，相关注记不是错误，是因为台北无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是属于中国。这互咱驻台北代表处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后面政策，继续要求行政以外，也警告台北政府若无解决这个问题，一定影响台北双边关系。我见过大部分的丹麦友人其实他们对这个做法，他们都第一不理解，也不同意。我们感受很差，比如说我们去别的国家，申根的居留证的国籍标示是跟我们护照不一样，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啊。目前伫台北台湾人差不多500人组成台北台湾协会提款台湾连见度。会长黄义敏讲，台湾甲台北共享民主人权顶价值，不较应该徛伫共地电线，希望台北政府应尊重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进前讲，台积电现有的供应商在晶片做无够因咧用，按算要开300亿美金，该开一间家己来做晶片，佮要来台湾找人才，一年会当生产2000亿块晶片。不过专家是认为讲，这代志恐惊是无遐尔简单。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
we either build the te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因为台积电电供应商晶片供应无法对照特斯拉爆发性成长，身为集品顶的马斯克宣布要启动 Terafab 晶片制造计划，同时要在台湾找人才，找找10年以上经验的高阶制程整合人才。年限够，当然肝是值得付出的、啊，对啊，如果够，一定是想去的、啊。应该要开个什么500万才有的机会吧。马斯克的这个晶片制造计划，找 SpaceX 甲 xAI 合作锁定2奈米晶片制程，希望会提供一家企业所需要 AI 晶片。如果初期建厂成本要200亿到300亿美金，生产晶片主要支援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甲超级电脑、甲资料中心。这工厂每年要用支持高达1太瓦运算能力，年产差不多1000亿到2000亿粒晶片。不认为它能够顺利的用高薪挖角到人才，就算挖角到人才，也不一定能够顺利的量产2奈米。专家分析，台积电是2奈米晶片的龙头地位在。特斯拉将来唔要设置营运大型晶圆厂，最近半导体业唔拿杀出马斯克要起晶圆厂，个别点关顾了供应问题。经济部长景明欣表示，已经盘点10项重要关不了供需情形。行政院长也表示，电源未起，会卡未囤做环境。政府成立调度很好，平分供应链地数。供需的部分，我们去说服的这些上游的就是说出口的部分是暂时比较少，优先供应给国内。价格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它成本价格现在国际间比较透明了，那如果价格要涨的话，是不是要合理化哦，不要过涨？经济部长表示，以价顺来讲，因为中油存量少，已经向民间调货，希望一下卖吨货。若拄到欠原不了爱调货，会使断于窗口敲电话，政府应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台中代理一间连锁的宠物店，互民众发现讲，这店员关店了后，会把狗仔关伫塑胶箱仔内底，放狗仔咧一直飞。业者是已经出面回释咧啊。这动保处嘛表示讲，这种行为已经违法，要求要限期改善。箱仔内狗仔是一直飞，而且一直弄塑胶箱仔。真出名连锁的宠物店，伫咧台中市大理区国公路顶头的分店。23暗时8点外，互民众发现讲，业者关门了后，把狗仔关伫咧瓦玻璃门边的箱仔内底，而且敢若楼顶悬有几个通风的孔尔尔。他们这个小型犬，他们的脚比较细，如果卡在里面的话，一整晚反而会更危险。可是那个很明显不是拿来放狗，应该有别的更好的选项哎。民众打电话给业者，店员要挖1点钟了后才到位，而且把这只长毛的腊肠狗抱入去狗笼仔内底，强调原底无要放狗笼仔，是因为惊细只狗仔脚较细会去卡掉咧，颠倒更较危险。不过民众认为应该要有更较好的方法。一间宠物店里连给小型狗装的笼子都没有，然后你现在跟我说，因为那个笼子太大，你也没有做其他处置，其实他就放一个塑胶垫什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也不做，反而是选择一个更糟的方式，我觉得很不合理啦。也是透早店家无营业，塑胶箱仔还阁放伫咧门边，动物团体就讲，业者就是把动物当作是商品伫咧卖，关伫咧箱仔，却无提供水互伊啉，狗仔有情绪躁动，可能已经造成身心危害。没有提供24小时干净的饮水，或者是没有提供安全通风的这个生活环境等等的。这边是希望说主管机关能够严查了，而且重要的是，我觉得也必须厘清是否这是业界的一种常态。业者违反应具备的设施规定，得处新台币4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公布其姓名、名称或照片，借其不改善者，得按次处罚。连锁的宠物店伫咧官方网站回释咧，强调把细只狗仔放伫咧箱仔内底是违反流程作业的，煞尾会进行内部的惩罚，而且会要求全台湾的门市遵守作业的流程。台中市动保处嘛讲，业者已经违反动保法，会要求限期改善，若无改善，会当罚4万到20万的罚金，会当按摆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伫个国内最近是有查到无牌美容集团，若是用的物件，拢是假货，佮用俗价来请人来做，找无牌医生来共治玻尿酸。这款侥幸钱共贪了9千万，检方是依法起诉10个人，并且法院来没收所有的不法所得。
检调人员进入工作室内底搜查，甲倒定一寡不明药品拢查走。现场阁查扣真侪仿冒的医疗器材，包括工作皮肤的变甲病、改善条纹的海普银泡、石库泡、酷素、冷冻氧气机等，拢是仿冒假报的。该集团对外谎称由合法医师施作，实际上却由未具医师资格的人员从事医疗行为。严重危害民众健康安全。桥头地检署进前查到一件无照医美集团诈欺案，四名嫌犯等人为2023年10月开始伫双北甲高雄这个所在开3间流动医美工作室，佮违法输入肉毒杆菌、保尿酸等药品医材，伫网络用比市价较俗的介绍来招人客，甚至假讲有合法的医师操作，不法获利将近1000万。对这代志，医师提醒，这种正俗的疗程，较有可能是使用来路不明的假仪器。若无效果，也有可能有烧烫伤，还是费用的风险。最怕担心的就是说，它可能能量的不稳定。如果说能量释放会非常大的话，可能会引起像我们脸部的烫伤。我们的密医罪是在我们的医师法第28条的规定，如果有犯密医罪的话，是有6个月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桥头地检署23侦结了后，甲4名嫌犯等10个人依照组织犯罪条例、诈欺医疗法等罪嫌提起公诉。个建请法院没收不法所得，卫福部嘛建议民众一旦善用美容医学专区，查询医美诊所甲执业的医师是毋是合法。目前全台湾已经有435间合法登记的诊所，拢有纳入管理。记者采访报道。伫咧全世界咧做半导体导线架大公司顺德工业南投厂，这个月初1000多公斤，差不多50多万的铜合金，去用偷载去。调监视记者发现讲，这是合作的货运行的司机去偷载的。这专案是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工作人员来回操作吐管机，看起来真认真，其实是趁工作方便的时阵偷摕物件。以 SDI 手牌文具出名的上市公司顺德工业，嘛是全球半导体导线架的头人。3月初南投厂区清点物料的时阵，发现1069公斤的铜合金无去，市价差不多50万。调阅监视器发现是合作厂商货运行姓周的司机偷摕。经调查发现，系合作的厂商货运行周姓司机利用送货的机会窃取，得手后当天即再往彰化变卖，取得39万元的赃款，其中27万元用于还债，成功追回已被裁切的铜合金及剩余赃款12万元。铜合金是用铜佮加其他元素的合金，主要种类是黄铜、青铜、白铜，因为伊较袂生鲜、较袂凹去，佮高引电拢用伫半导体导线架、车芯，也佮马路木。学者认为，铜伫集体电路加电动车的需求愈来愈悬，价销大起，可能也因为安尼变做不法分子偷摕目标。铜基本上在 IC 里面算是用途很高，传输一些电路讯号的一些用途、散热的用途等等。电动车越来越发达，其实电动车比传统的车的铜用量又更多。所以基本上用量提升的价格就会提高。警方表示，姓周的嫌犯利用运送货物的机会，把铜合金再去中华一个资源回收场卖人，过手39万，其中27万用伫行个人的债务。警方顺线伫下手的业者，把已经切过的铜合金，也有存来的12万接倒转来。专案依照窃盗罪嫌函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记者采访报道。最近伫咧台南是有掠到一个查甫人，假做是中华电信的工程师，入去人的大楼内底，讲是要试设备，说是偷摕人在9,000笔室内电话号码，去予中国的诈骗集团去办赖的假口座，赚超过900万。大楼电信机内底目睭就会插空，连接着逐间住户的电话线路，无想到这煞变做诈骗集团犯案的目标。台南市警方立即查到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伊假做中华电信的工程师，偷偷入去大楼的机房，敢若靠这红色电话的电信拨切机，就偷摕2000笔的市话号码，伊把这号码卖给中国诈骗集团，然后办假小号，一组电话赚1000至1500，非法赚超过900万。对他就是我是张俊贤办，我截取到已经一个市话号码，我会马上跟大陆那边就是诈欺集团大陆那边诈欺集团，他会立即申请一个赖。警方咧侦办过若件诈骗案的时，无警方发现真侪假小号，拢是用家用电话申请的，就安尼落去查，找到一个家己住的阿伯，阿伯完全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家己嘛变做诈骗的共犯。警方调查才发现，这个嫌犯利用红色电话掌握起假的电信个资。
未互中国变成啊。那个线路牵到我们的住家的宅内箱，那我们就是用它来判别说它的电话是否有通，或者是有无问题这样子。我们只要打出去就会显示说，像我们一般住家如果打自己的手机号码，就会显示它的号码是一样的，它等于是一只话机啦。中华电信接到消息了后嘛强调，因为真侪业务拢是外包处理，提醒民众针对这款查核维修的人员，嘛是爱提高警觉。通常会查看证件，并且还要登录它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和大楼我们的管理人员相关去陪同，然后全程看他是要检修什么东西。警方甲现场的嫌犯掠到案现场查扣5支手机、1台电脑、甲7支查核用的红色电话、甲安非他命等物品，专案以加重诈欺、恐吓等罪嫌依法发办。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环保消息，自2025年开始，国内饭店就袂使去提供起锅、起面啊，即款用一盖就单调物件。这最近有民众去住饭店袂记哩早，要甲饭店买，所讲爱开100块。不过这收费拢无一个标准，拢业者家定的，也引起民众的不满。在饭店的房间备品柜拢无物件。2025年开始，环境部规定讲，袂当主动提供一摆上的备品，但是一直发生争议。有网友分享经历，表示讲去住一间亲子友善的饭店，结果发现讲无炸起锅，去问饭店的柜台，对方讲爱立钱买一组100，而且需要家己落来楼骹买，引起旅客抗议，认为服务水准不高。台币来讲，100元是有点贵了，应该是这样子，旅馆可以保留在你的柜台。服务台，但是有客人要的时候可以免费提供。我觉得要送上楼，我都愿意花100块了，那我当然想要是这个服务啊。来看欧洲的状况，观光大国日本是规定讲应该合理使用塑胶制品，有真侪业者选放伫大厅，大多数拢会当免钱提。另外，韩国是规定讲大型饭店专门禁止免钱提供1摆上的备品，旅客要家己买。台湾的部分是强调袂主动提供，而且袂当抗互消费者凊彩提。每一个饭店它的等级、它的市场价位、品质都不一样，所以它提供的备品也会有不同的品质跟价格。另外，定价1组100敢无合理？现行的法规无限制，旅馆业确实会当选免钱还是收钱来提供。有旅宿工会是建议收成本价来降低争议，嘛有业者是直接大放送。他们不知道这么多政策，他们有时候会忘记带。客人有需要的话，跟我们说起，我们也是会免费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对旅宿业者的一个宣导，就是免费跟付费的这2个方式是都可以的。只要旅宿业者他是没有主动，那经过旅客他提出需求，这样都是符合规定的。应该安怎降低旅客和旅馆的认知差？环境部讲有提供政策说明和配套的指南，以服务模式的调整国际趋势接轨，而且减宽益和利便，希望达成减速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自4月11日开始，今年大家出是金云天狗。这出戏是1950年全台湾规模上大的团队姜乐社的原创作品。因为当时是无录影带，拢爱靠录音甲文本的收集，这样总算是重新呈现伫大众的感情。小生小大2阿某感情足好的，地主关好食醋，要破坏因的感情。不过金天狗、金小鸟2个人就有正义感的来斗相共。你若互伊精心烫后背，我就互你多财开花。你是什么人？金面天狗。这出戏剧是1950年代姜乐社的原创作品，叫做《金银天狗》。这届团结中心甲70年前的作品重新制作，呈现伫咧观众感情。要做好歌有小歌难度，因为当初时无影像的记录，这届拢是靠录音带、剧本，加上一寡老演员的记忆，才有机会重新去演出来。录音带啊，因为阮妈妈伊嘛有做一出《金银天狗》，所以伊印象较深。阮定定会去思考，因为谈外台戏需要剧本，也去研究，所以是了解这出戏来做。姜乐社对台湾的歌戏来讲是真重要的存在。对1950年代就开始走向创新，当时的创办人董丁山就开始把戏剧用文字来做保留，并且发展录音带、歌戏、电影等等，甚至搁插一丝就要成立歌戏学校。
伊当初是想要成立一个戏剧学校，但是因为政府迄阵规定讲你无运动场，你都无法度成立学校，所以讲就是做变做是加做变做补习班安尼。可比讲伊内底想讲咱知名演员想讲咱的柯秀年啦、连明月啦、陈美云啦等等。除了公布今年的大家出团结中心嘛办地点，现场有收集降落社东车时保存的剧本，还有演员的录音带，希望带观众回去1950年代台湾歌戏的黄金年代。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语书写即马是愈来愈受到社会关注。台文馆今年特别举办母语文学写作工作坊，台语场免半工即报名就满。学者表示讲，新时代需要新的台文，不过要安怎家留好调，这才是上界重要的。烧落的日头，甲几排路树染甲金黄，各位叶芳透出来，正做闪烁的日花。即马听到的是温柔娇温柔的声音，伊出的台文诗集《日花闪烁》，用水气台文书写，受到真侪读者的关注，甚至国家赖总统做伙朗读诗集。惊困伤沉，一日规划袂转来现实。若阵精神的本质是失去，阮甘愿时时喊眠。台语书写愈来愈受到社会关注，台文馆嘛推出2026母语文学写作工作坊，有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目标就是要带创作者为听甲讲，行甲到书写。也若台语场3月14拄开放报名，无到半工名额就随满。阮感觉讲，即马母语的创作人是愈来愈侪，但是伊的文学性无啥够，拄地嘛较少款，所以阮望讲会当邀请这母语的前辈来带这有心创作的优质。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嘛讲，台语书写近来嘛开始写生活，互少年人感觉台语唔干那是写古早代，颠倒是甲咱的生活足接近的。台文作家嘛讲，新时代需要新台文。新时代需要新台文，你嘛欠的就是安怎为语言转做文学，语言甲文学是无共款吼，语言就是迄种爱正确性吼，爱顺，毋过文学就是用语言去写万事万物。但是因为是一个风调，所以凡是过去就过去啊。煞来要安怎，搁互即个风调会当继续，互搁较侪人创作出好的现代台语的现代诗、现代的文学，这是较重要的代志。学者讲，这个世代的少年人该沿用属于因的观点，用母语来书写这个世代的文学。也若台语场才做台文作家，伫3月29举办，透过侪台文界先进带头，毋忘甲台语创作的美感，传承互有心创作的优质。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来看教育部自106年推动台语网架计划，建立台语网架网站，到即马是已经有36支的台语网架。今年的成果会是对高雄来起稿，主办单位是专工经日本正清的红豆棒超人来配台语的，吸引真侪大人甲囡仔来报名参加。伊里面那边红红的片啊，甲原地讲日语的网架，全部拢用台语来定配音。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承办的教育部台语动规成果放映会，今年就用这出大人囡仔拢讲记的红豆棒超人，要伫北中南东拢办成果分享。除了看台语网架以外，现场嘛安排配音员来甲民众互动，趣味学台语。一定爱平安倒转来，小胖超人大人，死人骨头闪来。教育部自106年开始推出台语网架计划，目提供趣味好看的教材，请大家来学台语。国立台中教育大学讲，台语动画网做甲呾有6、7年啊，已经有36支影片。因为是互囡仔看的，伫选网架的时阵，除了爱考虑到知识方面，佮有各种年纪介意看的内容。影片有提供3种字幕：华语、台语汉字甲罗马字，互无共听到的人来学台语。即阵也才做老师找台语教材的第一选择。顶学期的学期尾的时阵吼，因为全台湾拢咧看啦吼，网站吼，咱阮的迄个设备吼有较迄个歹一点嘛吼，对袂着时代所害大家吼看来无顺，不过阮即马完全拢开专线吼，即马拢甲遮的网络问题拢排解啊。有当时因可能无啥知影伊的意思，毋过因会对内底主角来念迄句台词，也是来讲因的话，毋过讲啊，因个知影迄啥物意思啊，嘿，会当加学。
要甲放假改做台语配音，真无简单。那用之爱有咱在地台语开口，互大人囡仔拢听久，佫袂使甲原版的差伤济。配音员讲，尤其这拢是要互囡仔看的，要安怎互台语配音攻略文雅佫趣味，真正步步拢是考验。记者郭家祖、邱兆阳、高永昌报道。伫咧英国，因的3月第1个礼拜是因定做阅读节，有不少学校伫咧即天拢会开放予学生啊打扮做家己喜意的故事角色，去到学校上课，互囡仔会当读册愈读愈趣味。3月初5是英国的世界阅读日，英国伦敦西南部这间国校的门口口，囡仔大家拢兴趣气，因为即天免穿制服，会使打扮做红仔册内底上喜意的角色。就连学校的校长甲老师啊，大家拢是精心打扮。学校即天嘛请囡仔册作家来演讲，互小朋友拢足欢喜。On my commute this morning, I saw a Gruffalo cycling down the road. 其实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阅读日是定伫咧每年4月23，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做起的这一天。英国的世界阅读日就无同，因定伫咧3月的第1礼拜礼拜4，而且为着鼓励大家去看册，出版社会伫咧这一天推出特别版的册。I'm dressed as Bilbo Baggins from The Hobbit because I just recently read the book and I found it really interesting to learn about how someone can go on a quest so unwillingly but find themselves and get out of so many sticky situations. But I think what World Book Day is about is reminding us of how much fun reading can be, how it can take us into the magical world of stories simply by the act of opening a book. 生伫咧3C的世代 ，AI 嘛行入人的生活，爱遮小朋友甲手机啊放落来，莫去看电影音，甲爸母甚至是阿公阿嬷同款，做伙看册，看遮的文字，这愈来愈无简单，所以培养因的阅读就最重要的。虽然安尼打扮是真趣味啦，毋过爱准备遮叮叮当当，对着一寡较弱势家庭来讲，这压力嘛是真大。所以这几年来英国遮的国校参像这款办故事册内底的角色这款活动，就愈来愈少。公司新闻红如梅编译。今日英国嘛有大声创一个狗仔巴士，每一天会顺回社区，专工要载遮的狗仔甲猫仔去公园散步佚佗，就像幼稚园的囡仔车载上下课同款，是有够高水。伫遮带狗仔坐公车，伫台湾是袂用之。不过，这只全英国头一只的狗仔巴士，所有的狗仔拢是受到招待的贵宾。这座位是为着狗仔专工设计。All these dog beds are based on dog seats, dog car seats, all tested, all harnesses. We've got 3 types of restraints for the dogs. We have 3 members of staff on the bus at all times, so the dogs are dished out with lots of cuddles and attention constantly. 创办人因为无法度替伊的狗仔比例找到适合的日式照顾中心，所以决定甲学校的公车改做以比例号名的狗仔专车，替约克郡当地甲伊有同款困扰的爱狗人士来服务，逐工走固定的路线客站。而且上车的狗仔都会当坐伫窗仔边看风景，想袂到因顺回社区时，意外成做当地上吸引人的特色之一。We have people throwing themselves at the windows in cafes trying to get our attention. We have people running down the road taking photographs. We stop as much as we can to say hello to everyone. We do drive-bys at schools and nurseries and nursing homes. The attention and the love that this little yellow bus is getting is just magical. 原来这只公车就是要去一个庄卡公园的草坪，互狗仔一落车，就使甲同伴做伙佚佗，自由自在走来走去。He loves it. He comes back really happy, really content, sleeps the rest of the afternoon. He's so happy. He's a different dog from being on here. When we actually rescued him, and he's been coming on here since. So better with dogs, better with people. It's just made a massive difference. 即马想要坐这只狗仔专车的狗仔愈来愈多，创办人表示，当地计划推出第2只的狗仔巴士。国际新闻张回斌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受到锋面甲东北季风影响，北部气温有较降低，东北部甲东部恒春半岛会落雨，也南部山区过昼嘛可能会落阵雨，明仔载就会较好天。也毋过拜五又搁有锋面通过，搁会变天，温度搁降。下晡晡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至24度。中部地区19度至30度，南部地区20度至32度，
东部地区21度至29度，高岛地区14度至27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